喺呢條影片開始之前，不如我問大家個問題先啦。當你傷心嘅時候，你認為邊一句說話最可以安慰到你呢？係咪覺得每一句說話都熟口熟面，但係冇一句可以安慰到你？當我哋傷心難過嘅時候，有時可能因為人哋嘅安慰覺得更加之難受。你又有冇試過將心比心？你又有冇講過以上呢啲安慰人哋嘅說話呢？人本心理治療學家 Carl Rogers 認為，只有利用同理心去代入其他人嘅角度，先至可以有效咁樣了解人哋真正嘅需要。同理心係指設身處地咁樣代入其他人嘅主觀世界，嘗試換位思考去體會人哋嘅情緒同埋諗法，以其他人嘅角度感受同埋理解件事。如果能夠有效咁樣去反映翻對方嘅感受同埋諗法，唔單止可以令對方產生共鳴、建立關係，更加可以幫對方處理情緒同埋問題。例如，有個朋友同你講佢銀包唔見咗，咁你通常會點樣回應佢呢？點解咁唔小心啊？唔好唔開心啦，唔緊要啦，我送翻個銀包俾你咯。可能你會覺得唔見咗銀包係一件好小嘅事，但有冇諗過呢一個銀包有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送俾佢最後嘅禮物？或者呢一個銀包入邊有一張佢已經冇可能再同對方影嘅合照？當我哋嘗試換位思考，去體會其他人嘅情緒同埋諗法嘅時候，以其他人嘅角度去感受同埋理解件事，就會明白呢個銀包對佢嚟講係意義非凡嘅。失去咗真係會痛不欲生。咁樣你就會知道，叫對方唔好唔開心啦，係冇幫助噶，而且好似喺度提醒緊對方唔可以唔開心，唔明白佢嘅感受一樣。當身邊嘅人唔開心嘅時候，我哋都好想第一時間去氹翻佢開心。例如，原來你銀包入邊有一張好珍貴嘅相，唔見咗銀包對於你嚟講一定係好難受啦。如果我係你，我都會覺得唔好受啊。除咗銀包呢一個嘅例子，當我哋遇到身邊人唔開心嘅時候，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呢？首先，我哋要放低自己嘅諗法，耐心聆聽對方嘅分享，然後試想像一下，如果自己遇到呢啲事嘅時候，係啲咩嘅感受？嘗試去明白對方嘅壞情緒，跟住就可以嘗試向對方表達你理解佢嘅感受。當然，亦都要避開講一啲否定對方嘅說話，或者選擇陪伴住對方。咁樣我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連結。咁樣就叫做同理心啦。真誠嘅陪伴同埋接納，就係俾對方最大嘅支持。其實對方都唔需要你做任何嘅行動，佢淨係想你明白佢嘅感受。咁樣對對方嚟講，其實已經係最大嘅幫助㗎啦。最後留一個問題俾觀眾啊，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如果俾你揀多一次，當遇到朋友傷心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用開頭嘅方法去安慰人呢？